咱来关心咱的海洋生态，讲到这冰岛的茶城海沙堡，24早起出现一大群的乌鹅看沙，包含海巡人员、官府，还有10外个在地职工，随赶到现场抢救。发现讲这11只乌鹅，其中4只已经过网路，那抢救的过程呢是用这单薄仔甲砍掉的，一直甲伊压水。成功大学的专业团队评估了后，随甲这乌鹅吊到车顶，要用船啊载到外海去放。太高吗？可能应该再一点点好了。用手挖沙啊，豆豆啊，甲看沙的乌鹅扶正，避免伊去砸着水。冰岛车城海口沙堡24早起有民众发现11只乌鹅看沙伫遮，赶紧通报海巡。虽然过去海口沙堡嘛有海猪啊看沙过，不过做一摆看沙11只实在真罕见。包括海巡、海保、官府甲在地保育职工，大家才出动来抢救。不过也是有4只乌鹅救无回来。要扶正，然后保湿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有那个专业的人员量测的心跳，还有呼吸的状况，目前有7只是活体，4只死亡。摕单薄仔来砍伫乌鹅身躯顶，现场的救援人员一直对乌鹅淋水，提因降温保持湿度。等到成功大学的专业团队到场接手，评估健康状况了后，就是安排吊车甲乌鹅吊起伫车顶。成大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主任表示，乌鹅是规定做过生活的海洋动物，这么侪只做过跨沙，可能是当着大只鱼仔咧夹肉，也是带头的乌鹅找无路做成的。看是否有船只可以把比较健康的个体，然后再往稍微外海的地方，然后做释放。然后如果说真的是比较严重的个体，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拉回救援场域，然后做后续的适当的处理。成大王浩文主任表示，有救回来7只乌鹅健康状况也算稳定，若是无意外，及时对安排渔船再登去外海放。另外4只已经往生的乌鹅会安排时间破腹，看是毋是会当透过病理报告找到相关线索，来了解乌鹅规定跨沙的原因。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兆阳、屏东场报道。